言下的家，你今天还好吗？无论有多少变化，请记得走回家。昨天对我说的话，今天还记得吗？那些句句关心话，都是对你的牵挂。遇见你，喜欢你，只想和你在一起。想见你，很想你，猜不透你的心意，我不想放弃。一个屋檐下说出真心话吗？你的眼神诉说牵挂，在我心里悄悄说我最爱家，这是我最想说的内心话。一个屋檐下，今天还好吗？云在流浪，眼泪流下，别再犹豫，天亮慢慢走回家，两人一起在那屋檐下。起床啊，高啊，高啊！这敢毋是阮兜？拄则拢已甲阿妈讲好啊，我硬毋拖恁兜呢。恁爸甲恁翁兄拢有烦恼，你还是转去啦。那恁阿妈要安怎？你放心，恁阿姊已经甲恁兜的人讲啊，种个代志互大人来处理。你着转去好好困。明仔正常上课，我相信阿妈真紧就转来。原来你甲大姊拢串通好啊！大王哥，还是你要入来坐一下？怀疑阮爸甲阿兄应该无遮早困。时间无早，我就无结了啊。哎哟，你拢是我未来的大姊夫啊，讲啥物交了？哎哟，后盖啦，我乖转去整理点来。好啦，我先入去哦。咁就是会当变做亲了。哎哟，哪会安尼啦？这大汉过要塌皮。哎哟，较无好啦！哎呀，恁去咧吹皮爱较无好，感冒要安怎？阿妈，你还未困啊？你是毋是心情无好，困袂去？咱是头一摆做伙困呢。哼，你阁敢讲啊？考调大学了后，就搬去外口住啊，还毋转来。你无参像人文人，安尼爱哭爱缀落啦。迄逐暗吼，拢走来阿嬷的房间吼，甲我伫遐可以做伙呢。你无爱甲阿嬷困哦，迄是你家己放弃的，袂用怪我。哦，阿嬷，你安尼讲无公平啦。是阮妈甲阿姊结婚了，你才搬来甲阮做伙住的。我迄当阵拢高中3年啊，逐工拢爱读书读到足晚，哪会当去吵你？哎哟，对啦对啦，你拢有理由通讲啦，你讲的拢对啦。是讲吼，若讲到恁妈，阿嬷就常常咧想讲，假使恁妈若是即马搁伫咧，难道一定足幸福足快乐的？啥物代志拢总无啦。唉，恁阿姊吼，我嘛毋知要安怎讲伊。啊伊啦，某娶一个过一个，哈久无某惯势就好啊。无代无志，搁娶这个民风转来，
也是你妈较好，明理吼搁温柔啦，有伊伫咧吼，咱兜去偌好咧。安尼阿嬷，你敢还会记得我读大学的时阵，阮妈捌甲你借过100万？会记得啊，我会记得迄个时阵，恁妈甲我讲吼，讲你有一个学姊啊，什物拄着困难，需要100万做救命钱。啊，迄个时阵我就想讲啊，即件代志咱若做会到，搁会用救人性命，我当然摕100万借伊啊。你哪会晓问这啊？我迄个学姊就是周明芳。哈？你讲的是真假假啊？周明芳迄当阵，互因妈袂去酒店，需要300万赎身，要毋过妈借200万，所以才会甲你借100万去酒店甲伊救出来。早早若是要救伊吼，我就不爱摕出来。救伊一命，颠倒害咱一家，真正是袂好。阿嬷，话袂当安尼讲。虽然伊要甲我结婚的代志，我嘛毋是真赞成，不过伊是一个好查某囡仔。你敢知影？伊读大学4年，成绩拢是第1名。哼，伊第1名，甲我什么地带啊？问题是因兜欠足侪钱的，伊迄当阵除了上课，逐工搁爱做3份工课呢。当遮尔辛苦，伊大学期的成绩也是会当摕第1名。我会记得伊迄当阵透早爱去送报纸，下课了后，搁爱去餐厅做服务生，拜6礼拜搁爱去摆摊。哈，伊遮厉害哦！伊真是足厉害啊！也毋过可惜，伊遮尔拍拼，煞有一个歹妈妈伫咧拖累伊，甲伊袂去酒店做小姐。家早一开始是陪酒无卫生。当初若毋是我阿嬷甲阮妈遐个钱，我看这世人应该就毁掉啊！话是安尼讲无毋对啦，也毋过管安怎，伊总是有去款所在上班呐。这本来就无啥物光彩的代志嘛。即嘛，回避因爸爸啊，就是因为伊的代志。这个看咱无啊，起家是做选举起家，无政治上个就是抹黑啊，哪有伫分啥物对甲毋对？搁再讲，周明芳甲阿姐敢有要结婚，这是咱的家内事，应该是咱家己来解决啦。起家安尼当场互咱歹看，真正是加怪因仔事。哎呀，这个市国雄是什么款的人，我捌甲有村啦。也毋过吼。即马就因为伊的代志，去影响到友莲甲慧敏的婚事啊！这件代志哦，拢爱怪囡仔姊啦，无代无志，偷偷去结婚，拢毋免甲我讲一声。伊心过来敢讲我这老母啊？伊也不爱讲啊，愈讲愈气啊！真正是哦，莫讲莫讲怎么啦？害咱规家伙安尼乱糟糟啦！紧困紧困，莫讲遮哦。阿嬷，明仔载早顿食三明治配咖啡，好无？你食的三明治甲咖啡，敢有比交换的较好食？无呢，安尼就免啦啦。你上你的班，我家己处理啦。哦，阿静。文琪，要去上班啊？对啊，手机啊，互阿嬷没收，客户无法度联络，要较早去公司处理。恁阿嬷敢精神啊？伊早就起来啊，我5点就会叫起来练什么气功。文琪啊，阿姐想要甲你借私时，去你考康阿嬷转去，若无你嘛有工课无用啊，一直住伫你遮嘛毋是办法啊。阿姐，你敢有想好要安怎考康阿嬷转去？我昨晚有甲伊讲，周明芳毋是起家的人，讲的迄款酒家女，这件代志有人应该嘛有甲你讲啊。有啦，伊拢甲我讲啊。
关伫锁匙互你啊，你着去你试看卖。若是阿嬷气也袂消，你嘛莫勉强伊，我才会当互伊加大几工不要紧。我知影。安尼我先去上班啊。落去谢你。拜拜。这，嘿，那连一条倒步都无啦，安尼是要哪切倒顶哈？哎呀，这查某囡仔真害呢哈！冰箱也无物件，倒顶也无物件啦，是咧住饭店哦。安尼啦，食这就饱哦。哎，这查某囡仔爱水减肥拢要食这啦。哎，真毋是款呢。文琪啊，你哪遮紧就转来啦？你是毋是袂记早？妈，你来创啥？出去啦！出去啦！咱转来去好无？你免叫我妈啦！对你结婚开始吼，我就毋是你妈啦。妈，我知影我做唔对啊，我决定要甲伊离婚。你即马在讲啥？甲明空结婚的代志是我想匆忙，我会甲伊去美国办离婚，伊袂离咱张家的门啊。妈，你甲我回去好无？早若知影吼，尾啊就爱来归。当初要做这件代志的时阵，哪会用头壳想一下？起来啦！几岁人啊，佮跪咧遐创啥？起来啦！坐咧才讲啦，起来！安尼回民迄边，你要安怎处理啊？咱离婚手续若办好，我去拜访徐国雄，就算爱甲伊回失的嘛无要紧。既然伊敢用明芳的背景来做退婚的理由，只要我甲明芳若是离婚，伊就无啥物好调啦呢。我安怎讲，大概嘛是10几年的交情啊。安尼嘛好啦。等你离婚的手续若处理好势吼，再来看吼，慧敏甲友莲因两个代志是要安怎办啦？你吼，我嘛毋是讲吼，无爱互你搁娶，你要娶进前，你嘛爱看对方是啥物款的人啊？搁有啦。你的后生查某囝拢已经大汉了呢，你嘛爱等因嫁娶了后，才想你家己。以后若搁要娶吼，会记的，人先娶转来互我看，我小了解一下。我若感觉袂歹，我敢会反对你搁结婚啦。好啦，以后的代志拄着才讲。你的行李伫倒，我来倒款款的载你回去。头家，2秒平安茶炸到较紧的啊！好，小等者，来50块，多谢。包一个2饼甲平安茶哦。李经理，50。呀，50。嘿，经理，你这2天毋是拢伫咧工厂无闲？安那有闲来公司啊？何总监叫来开会啊？总监找你来开会？我哪毋知影这件代志。
是陈文基总监，毋是你的顶司刘友莲总监。哦，七早八早就叫欣欣打电话来催，讲啥物公司要创立品牌，叫我8点来开会。我无闲甲要死，搁应付遮有诶无诶，实在是。 8点开会，即马8点15呢？安怎？我透早对工厂赶过来，敢讲爱我摇巴肚去开会啊？哦，嘛对啦。我实在受无呢。公司干那国际品牌大工就做袂完啊！硬要家己创立品牌，根本就是要甲大家吵死。阿妹，你是周总监身边的大红人，你嘛替大家反映一下，讲一下啊！无啦，什么红人？两个总监是一家人，哪会轮得着我这个外人讲话啦？唉，讲是一家人，也毋是亲兄妹。你敢知影陈文基是安怎这时阵要转来？因为董事长要退休啊，伊要转来抢接班的位。你吼替恁周总监烦恼一下。先生，你的平衡茶敢2饼好啊？哦，多谢。李经理，我先去公司，你会记你莫伤晚。多谢。多谢。条哥，2饼搁1份。好。欣欣，李经理哪要来？你打电话甲伊催一下。迄落我已经催足侪摆啊，也毋过伊拢讲伫要到啊，无就是伫咧落的。煞煞去，莫等啊，咱先开始。好。歹势，工厂有代志耽误啊，歹势啊。既然会议已经伫咧，咱直接讲重点。大家拢知影，兴华准备要推出家己的品牌。今日特别邀请李经理来，就是需要伊伫生产线20多年的经验。李经理，我请欣欣寄予你的资料，你看了敢有啥物想法？啊？资料？什么资料？是行销部的企划书。昨昏我有先寄一份电子的互你，阁有另外印一份摕去工厂，放伫你桌顶。哦，迄个哦，迄个我还未看啦。像阮这种工厂生产线的吼，哪有像恁坐办公室遐闲啦，对吧？我哪有时间看遐个啦？你无看，咱要来开会。想你了，我真的想你了，好想回到那天。别再犹豫，天亮慢慢走回家，我们一起在路边下。像阮这种工厂生产线的，哪有像恁坐办公室遐闲啦，对吧？我哪有时间看遐个啦？你无看，咱要来开会。不要紧，我才有加印一份，李经理会当看这。哎呦，这离遐尼细，要看到当时啦，唔免啦，直接开会啦。我用听的就好，有啥物问题我会直接讲啦。好，既然李经理这么用心替大家省时间，咱就直接开始。等你各位若是有任何问题，就直接问伊，唔免客气。欣欣，咱为行程表开始讨论。是。我的想法是，在明年5月休腊进前，和新闻档上市，所以上半3月底，布料就要开始出货到越南的生意场。以上是我整理出来几个设计师的作品，拢是这2年上受欢迎的款式。啊，歹势啊，人无咧工厂的状况就特别多。李经理，生产部3月底，唔对，上好是3月中，敢会当就甲布料运去越南？无可能啦！咱即马接的品牌商的单，生产线拢已经真棒，绝对做袂到。我看过这2季的报表，为这部到年时啊，有10到15% 的产能无得用，而且有2个客户的合约伫要到啊，这都会当刷来做新运动的资源，敢毋是？哎，所以我讲，恁遮坐办公室，就干那会晓看报表，对现场一点仔拢无了解。迄10几% 是有弊的，
卡输全部摕去用，万一有啥物紧急状况，毋着害啊！你了准兴华这20几年来会当准时出货，会当互这国际大品牌信任，拢是靠这报表。我阁有另外一份报表。你拄则讲的紧急状况，最近1年毋知发生偌济届啊！敢若共一批四处无共，比例就悬较离谱，所以3年才会留一寡有弊。既然3年袂当好好利用，就代表管理了无好经济状况。你身为生产部经理，应该比我搁较清楚。陈总监，兴华做代工已经做20几年，虽然利润少，啊，毋过也袂死。你下大湾要做品牌，你做大客户的单，万一品牌无做起来，安尼损失是几落倍，公司会互你误导。李经理，我尊重你是前辈，找你来开会，就是要定一个大家拢做会到的目标。你即摆连想拢无爱想，是毋是感觉家己能力无够，是要退休啊？你咧讲啥？大家讨论甲遐热烈啊！赵总监，既然你来啊，我甲你讲，新鲜的代志我甲你讲，你较了解。李经理，恁拄则讲的话，我伫外口拢听着。毋是，我李经理，麻烦你搁转去评估者，看有啥物产能会刷出来支援新运动。就算无偌济嘛好啊，假使我还是无够，咱才去外口找合作的工厂来支援。今仔日营销部拢遮尔有心啊，约你出来开会。既然你拢来啊，是毋是会当好好配合者？大家做伙甲代志做好，公司嘛感谢你。好啦，既然赵总监拢指示啊，我就转去搁研究者。麻烦你啊。文琪，咱毕竟是传统产业，李经理在公司嘛做20年啊，伊已经惯习即摆的做法，你常常爱伊改变，可能需要一寡时间。我惊毋那伊会反对，真侪公司的老员工嘛会反对要创立品牌。这个老员工以前嘛是甲小关阿姨做伙拍拼起来，公司即摆会当成功嘛是靠因啊。所以，因当然尾嘴翘起来，少年人想法听袂入去。讲有啥物办法会当互因较配合的？其实，规间公司只有爸会当互你经理这个人心服口服，所以我感觉你会去问爸，你若是得到伊的支持，做代志会较方便。我即马就去找伊。爸今日无来公司，伊去无用别项代志啊。周明峰的代志哦。爸决定要甲周明峰离婚啊！张家成，你来创啥？明好对无？我要找伊。是对啊，毋对啊？明峰毋是搬去甲你住，你找人找到遮来哦。伊当时搬去甲我住。伊无搬去甲你住，真啊假的啊？安尼是去倒啊？到底发生什么代志？明峰当时搬走的。就前几工啊，伊甲这间厝过互我了后，伊就搬出去啊。奇怪呢，你哪会啥物拢毋知影？而且恁最近定定咧冤家呢。我甲你讲，冤家无要紧，也毋过莫闹到要离婚。我甲明峰之间安怎，你免管啦。哎呦，佫真正要离婚哦！你甲阮宝贝查某囝当作啥物啊？你已经娶伊啊！你即摆话离就离哦！我甲你讲，你若无摕一间厝，或者是一大笔钱过来，我袂放你煞。蔡素贞，你到即马搁敢开喙甲我讨钱哦？安怎？我就是要爱钱。
我爱你啥物啊？哼，我爱你这个人哦。我甲你讲，我好好一个查某囝，生做遮尔水，嫁互你这个老花啊！你即摆话离就离，伊连福气拢未享受着，你啥物卡笑啊？敢你做？我甲你讲哦，你若是查甫人，你着摕钱出来收煞，佮讲啥物爱意，鬼才相信咧！你莫伫摕明芳做借口来讨钱，你也毋想看卖，你甲伊害到我尔凄惨，若毋是你跋筊欠人遐尼侪钱，明芳嘛袂去做酒店小姐。你哪会知？原来恁是为着这个冤家哦！哎哟，迄件代志拢过去遐尼久啊，你着互伊过去，恁即摆搁计较这有啥物意思啦？你若真是爱明芳，就应该包容伊、体谅伊、接受伊所有一切，包括伊的过去，哈，好好过日子，莫冤家，实在是。你莫讲到袂输，你处处拢替明芳设想，你的心内根本从来无管过伊的死活。伊这几年辛苦赚的，每一分钱拢互你摕去行跋筊的笑，即摆搁甲这间厝嘛过互你，也无够心。假使你搁有淡薄良心，这世人莫搁去找伊啊！明芳有你这款的妈妈，不如无啦。你这臭查某！你搞我查某囝放唔杀啦！我坐在遮，咱骂人，你算什么卡小这嚣摆？唔知家己有几扭动啊！明芳，你若搬走嘛无甲我讲一声。嘉诚，咱见面好无？你伫倒位？我即摆去找你。哦好，好，我即摆随过。明芳，我听你妈讲你甲厝过互伊啊，安尼这2天你住伫倒位啊？我暂时住伫一个朋友遐。迄间厝是你辛苦赚来，应该家己留咧才对啊。说去啦，假使一间厝会当互我甲阮妈了断，嘛有价值啦。这是你给我的结婚手指，我一定唔敢挂。我今麦幸福你。想你了，我真的想你了，好想回一个屋檐下，今天还好吗？我今麦幸福你。明芳，真实的，顶解我对你讲一个歹听的话，我毋是真正想要互你伤心的。我无怪你，其实这2天我嘛一直伫咧想，我伫咧想到底要安怎做，才会当解决咱拄着的问题。敢若除了离婚以外，无其他的办法啦。若毋是因为甲我结婚，你的过去嘛袂互挖出来，害你互大家气嫌。
搁痛苦一届。是我家己受天真啊！我一直抓准，只要我一世人莫讲，过去就真正会过去。自我带你转去自产迄天开始，你就为着我牺牲足济，嘛一直为着我的亲人委屈家己。 委屈到最后，咱即马连一个真心的祝福拢无得到，我真正就对不起你。嘉诚，咱的感情忘唔掉。 咱拢尽力，分开对咱拢好，这是咱做伙决定，咱谁拢唔免悔失的。无喏，我亏欠你伤济啊，明峰。 最后，阁互我替你做一寡代志，好无？甲你做伙，就是我上美丽的回忆。安尼就有够。看什么时阵要去美国办离婚手续，安排好我会甲你讲。真是免我送你哦。唔免，你先回去啦。你甲即摆地址给我，安尼有啥物代志，我才知影去倒位找你。无好啦，迄是朋友的厝，无方便。 有啥物代志，你打电话给我就好啊。好，安尼咱再搁联络。小姐，小姐，小姐，你的房间吼，敢若订到今仔日，你经过继续住啊？头家娘，我想要加住半个月，安尼这间房间的钱，敢袂当算我较少的？啊，无你也钱来不来？我甲你拍6折。好啊，安尼我继续住半个月，我等下去楼顶摕钱，再来甲你算账。好好，多谢你呢。多谢，多谢。 想你了，我真的想你了，好想回到那天你在。喜欢你，想和你在一起。我听张伟讲，你伫舞什么网络直播，迄敢有路用？选举毋是办公会啊！我只是想要试看嘛效果啊，其他的宣传赶快做，袂耽误着。张伟对我遐尼侪年啊，选战嘛拍几啊届啊，伊的意见会听啦。
安尼你敢要规气号张的出来选啊？我的话你无想要听，我阁真正考虑要安尼做。安怎啊？无欢喜是无？我无啊，无欢喜应该是你。爸，有人因爸要甲周明芳分手。你哪会知影？你有甲伊联络哦？我讲的话你哪唔听啦？我无啊，我甲他讲电话啦尔。我甲你警告几啊摆啊，莫甲伊联络，莫甲因兜的人有关系。你正正是因为因爸甲周明芳结婚，所以你才会反对我甲友人的婚事。即摆无你以外，为啥搁反对哈？我才唔相信这个代志这么简单就解决啦。因兜遐尼复杂，离因愈远愈好啦。而且我甲你讲过啊，今年甲真情放伫选举这方面，其他啥物拢莫想啦。除非你无想要选啊。好啊，莫讲这啦，等下甲3日尾食饭。因兜第一地方势力有偌大，你真清楚咧。我已经甲伊讲好啊，甲伊的资源拢转对你的身上。等下就看你的表现啦，莫讲一寡无欢喜的。哎，骗兄兄，哎，歹势啦，我请客，结果你这人客心高啊，歹势。无要紧啦，免遮客气。哎，阮查某囝慧敏，阿伯你好。慧敏若生了水，气质又搁好，恁翁阿某就够栽培囡仔的。我来介绍者，伊是阮后生俊清。阿伯你好，徐小姐你好。阮慧敏吼是真乖巧啦，也毋过要甲俊清比，我看袂比的。听讲对位英国摕一个博士回来，真优秀哦。多谢阿伯。哎呀，敢若遐读书有啥物路用？拢几岁啊？到即马连一个女朋友都无，互我足烦恼的。有影是无？阮怎么遐慧敏嘛无男朋友啊？互因两个熟悉一个，了解对方啊。这哦，免咱烦恼。毋过少年人哦，加交朋友是好代志啦。安尼真好，互阮慧敏甲俊清好好学习。骗兄兄，咱坐啦，坐咧开讲。来坐。多谢你，唔免遮尔客气啊。伫国外大过都是无共款，知影先甲查某囡仔服务。阿伯，张先生，你请用啦。俊清的年岁甲你差不多，安尼叫先生小姐，受过生分啊啦。我看就直接叫名好啊，啊。俊清，你嘛讲一下话啊！交朋友敢讲是爸爸替你交？慧敏，头一摆正式见面，安尼讲可能有淡薄歹势，也毋过我真正都注意到你啊。今日有机会熟悉，我想要甲你讲，我真欣赏你。欣赏我？为什么安尼讲啊？你选举提出的议题，拢是针对食安、妇女甲环保的问题，看得出来有开真心。这个议题毋但较好执行，而且这个议题伫国外大家拢真重视。出来选举本来就是爱做一寡互社会更较好的代志啊。虽然我有完整的政策报告，也毋过民众也是对花口号较有兴趣，所以我甲几个同事就在想。应该用什么款的方式来宣传会较好？你看因两个少年人，虽然头一届见面，阁真投缘，真有话讲呢。俊清在选举方面欠经验，我是安尼想的。
互俊清做会面的助理，少年人较接交流想法嘛真好。郭雄兄，你感觉啥款？就无啥好啦。一个为英国回来的博士，我看过2年啊，伊就当出来选啊，来做会面的助理，唔通啦。是啊，大家唔免用牛刀啦，我会歹势啦。这个要求是我家己提出的。我在英国住6年啊，对台湾政治界无了解，假使直接去阮爸的办公室，大家会甲我当作政治台，颠倒真歹发挥。慧敏，假使你愿意和我加入你的团队，这对我来讲就是上好的磨练机会。嘛来当和我了解台湾政治界的环境，你嘛会当加一个人斗相共，安尼足好诶。俊清，明仔就去慧敏的办公室报道，欢迎你。多谢阿伯，欢迎欢迎欢迎！来，祝伊两个合作顺利，合作愉快。歹势吼，阮爸讲硬爱你送我。无要紧啦，我送你嘛是顺路，而且遮尔晚，你一个查某囡仔，我惊你危险。真是唔免啦，而且老实讲，我已经有男朋友啊。安尼我就感觉放心啊。拄则迄顿饭食了真无自在，对无？自我转来台湾了后，阮爸就唔知影安排偌济届参像这款的自餐，唔是多一个官员的千金，就是多一个议员的掌上明珠。讲真实的，过年落去，我其他证书都免做。咱做囡仔，总是爱听爸母的话去做啊。是啊，也毋过，阮爸以后应该袂阁逼我去甲人食饭相亲啊。为什么啊？你看袂出心，阮爸真欣赏你。伊可能会甲你当作目标，阮爸嘛会甲你当作目标的。看起来，咱会当变做真正战友啊！我哪会感觉拄则你是头讲在因的面头前讲欣赏我？正是啦，我若是无安尼讲，你会当这么紧就加入你的竞选团队啊？食一顿饭，搁加一个助理，看来是我趁着。也毋过我欣赏你，是真实的。你莫误会，是朋友之间的迄款欣赏。我希望会当伫你遮学着搁较济，啊，若其他代志，等以后再讲啦。既然你遮尔啊坦白，我就袂当无交你做朋友。希望以后咱合作愉快。合作愉快。我唔互你走。我若是无去上班，大个月5万的贷款，谁替我还？我想要拜托你陪面孔去看厝。你看伊介意倒一间，才甲我讲，我甲这间厝买落来。这个啦，Cindy， 买厝真侪年，找着对啊！阮丈人爸上疼周明峰，所以一定会买。等签约结束了，咱就去秘密基地。你伫无时阵提资料互你的查甫囡仔是啥？伊叫张俊清，是新来竞选助理，嘛是阮爸安排的相亲对象。恁爸骹手真紧啊！你的烦恼。这边请，这边请。系啊，你莫回头啦，阮爸来啊。啊，张友莲。阿伯，你甲朋友来遮食饭吗？灰白色墙面，画了几朵笑脸。当你卸下冒险，回到这房间，以前的一切都开始怀念。从一个屋檐，心里几种语言。当你在我们肩上温
去都时过境迁。